人到60，走盡半生滄桑，歷遍人情冷暖，看透夫妻相處，悟透錢財得失，最後先慢慢參透一門最貼近生活、最容易被忽視，亦最容易令長者勞累、委屈、內耗嘅晚年學問，就係同孫輩相處嘅智慧。世間所有嘅緣分，皆有因果，皆有層次，皆有分寸。夫妻緣係相守終老，子女緣係責任傳承，朋友緣係相知相識，而祖孫緣係人間最溫柔、最純粹、最無私，亦最講道行嘅一段善緣。呢段緣分唔似年輕夫妻嘅熱戀攻烈，唔似親子關係嘅嚴肅束縛，唔似世俗人情嘅利益牽扯，只係單純嘅疼惜、天然嘅親近、歲月嘅傳溫、生命嘅接力。正因為祖孫情太過純真、太過暖心、太過難得，好多花甲長者一旦遇上呢段緣分，便容易全然投入，毫無保留，過度付出，無底線遷就，最終將呢份天賜嘅福氣變成自我消耗嘅負擔，家庭爭執嘅源頭，晚年煩憂嘅根由。60歲之後，先至真正明白晚年嘅所有相處、所有付出、所有親緣，最貴從來唔係盡力而為，而係適可而止。祖孫相處最迷人嘅地方，在於隔代嘅寵愛、無條件嘅包容、不計回報嘅疼惜。但最危險、最容易踩坑嘅地方，亦正正係呢份毫無節制嘅寵愛、冇分寸嘅付出、冇底線嘅遷就。好多長者辛苦了大半輩子，養大子女，撐起頭家，扛過風雨，熬盡貧苦。本以為花甲之年可以卸下重擔，清閒度日，頤養天年，卻因為心疼兒女，工作忙碌，體諒後輩生活壓力，捨不得孫輩無人照料，義無反顧接手湊孫、帶孫、顧孫嘅重擔，日日早起晚睡，勞心勞力，無私付出，全年無憂，將自己嘅晚年時間、體力、金錢、心神，通通奉獻俾孫輩，奉獻俾後輩家庭，最後換來嘅唔係溫暖回報、合家和睦、祖孫情深，反而係身心透支、病痛纏身、婆媳爭執、子女不滿、孫輩驕縱、自我內耗，走過60載歲月，閱盡世間無數，緣起緣滅，情深情淺，終於悟透一條最樸實嘅祖孫大道。隔代親係福氣，但隔代溺係禍端。晚年惜孫係慈悲，但晚年攬孫係愚執。好多長者一生明理，處事通透，做人得體，待人有道，偏偏面對孫輩之時，就徹底失卻分寸，失卻理性，失卻原則，失卻通透。見到孫仔孫女可愛活潑、天真爛漫，便不忍心責備，不願意管教，唔捨得佢哋受半點委屈，唔容許任何人說半句重話。無論孫輩任性、搗蛋、撒嬌耍賴、犯錯任性、懶惰驕縱，通通縱容，通通包容，通通包庇，通通原諒，以為呢份無私嘅疼惜係愛，係呵護，係福澤。殊不知過度嘅溺愛從來唔係愛，而係無形嘅傷害；無底線嘅縱容從來唔係呵護，而係斷送孩子嘅品性，磨滅孩子嘅教養，耽誤孩子嘅成長。儒道之學向來講究凡事有度，過猶不及。世間萬事萬物，適度則福，過度則禍。祖孫相處更是如此，適度嘅疼惜係溫暖，係滋養，係傳承，係福氣；過度嘅寵愛係縱容，係溺愛，係縱壞，係折福。60歲嘅長者，半生閱歷，滿腹滄桑，看透人性，明白是非，最應該懂得分寸二字嘅重量，偏偏面對孫輩，總容易被柔軟嘅親情沖昏頭腦，被隔代嘅喜愛蒙蔽雙眼，將本該溫柔有度、疏遠有界、疼惜有原則嘅祖孫關係，經營成無底線付出、
無原則包容、無邊界干涉嘅失衡關係，最後不止拖累自己晚年，消耗自身福運，更會令孫輩養成嬌生慣養、任性自私、不懂感恩、不識體諒嘅性格，長大之後難以立足社會，難以擔當責任，難以經營人生。呢個先係晚年帶孫最大嘅隱憂，最深嘅遺憾。好多花甲長者晚年過得疲累不堪，心神俱耗，煩憂不斷，日日嘆息帶孫辛苦，湊孫受罪，晚年無福，卻從未靜心反思自己辛苦嘅根源，從來唔係帶孫呢件事本身，而係自己冇掌握好祖孫相處嘅分寸，冇守住隔代相處嘅邊界，冇拿捏好疼惜與管教嘅尺度，冇分清長輩與晚輩嘅職責。世間所有嘅痛苦皆源於執念，世間所有嘅內耗皆源於越界。晚年帶孫之所以攰，之所以煩，之所以委屈，之所以惹是非，從來唔係孫輩難湊，從來唔係兒女難相處，而係長者過度負責、過度操心、過度介入、過度付出。人到花甲，必須率先悟透一個核心真相：孫輩嘅人生屬於佢哋自己，亦屬於佢哋嘅父母，從來唔屬於祖父母。祖父母嘅角色永遠只係輔助，只係陪伴，只係疼惜，只係守望，絕對唔係主力，唔係監護，唔係全權負責，唔係人生主宰。好多長者一生強勢，習慣操心，習慣掌控，習慣全包，年輕時為子女包辦一切，操心一切，決定一切。年老之後又將呢種強勢操心嘅性格轉移到孫輩身上，從孫輩嘅飲食起居、穿衣着鞋、作息時間、飲食偏好，到讀書學習、興趣愛好、待人接物、性格養成，樣樣要管，樣樣要控，樣樣要插手，樣樣要做主，看似係盡心盡力、無私付出，實則係越界攬責、透支自我，干涉兒女家教，打亂孩子成長節奏，最後必然引發家庭矛盾、親子衝突、祖孫失衡。60歲之後，人生嘅核心任務已經徹底轉變。前半生我哋嘅使命係養兒育女、撐起家庭、打拼生活、積累家業、承擔責任，凡事盡力，事事操心，樣樣狂住。但後半生我哋嘅唯一使命係修養身心、安穩自我、守住健康、積累福澤、看淡得失、安然度日。晚年嘅所有付出都應該建立喺悅己、安己、不累己嘅基礎之上。幫襯兒女、陪伴孫輩，只可係額外嘅溫柔、閒餘嘅善意、多餘嘅慈悲，絕對唔可以變成強制嘅責任、必然嘅負擔、硬性嘅義務。好多長者本末倒置，將晚年所有時間、所有精力、所有金錢、所有心神，通通壓喺孫輩身上，放棄自己嘅生活，捨棄自己嘅喜好，犧牲自己嘅健康，推開自己嘅清閒，日日圍住孫仔孫女轉，事事為孫輩着想，事事為後輩操心，最後活成咗免費傭工、無償保姆、終日勞碌，毫無自我。晚年人生全然被綁架，全然被消耗。祖孫相處，第一最高智慧就係到位而唔越位，幫忙而唔濫權，疼愛而唔溺愛，陪伴而唔捆綁。呢16字真諦係無數花甲長者走過彎路、經過消耗、嘗過委屈之後先悟透嘅晚年相處大道。首先講到位而唔越位。作為祖父母，孫輩年幼無知，生活未能自理，適度照料飲食起居，陪伴日常玩耍，守護平安健康，引導簡單禮儀，係盡長輩本分，係盡隔代情義，係積家庭福澤。但過度介入孩子嘅教育，過度干預父母嘅管教，
過度掌控孩子嘅喜好，過度安排孩子嘅人生，就係越位。教育子女、管教後輩、糾正錯誤、塑造品性，本來就係父母嘅天職，係父母嘅責任，係父母嘅義務。祖父母永遠只可以輔助，唔可以主導，只可以補位，唔可以搶位，只可以配合，唔可以替代。好多家庭之所以日日爭吵，時時有矛盾，代代有隔閡，根源就係祖父母越位管教，父母缺位放養，孩子犯錯、任性、撒嬌、鬧事之時，父母想要嚴格管教，及時糾正，端正品性，祖父母就即刻出面護短，極力包庇，出言維護，處處縱容，一邊嚴肅立規，一邊軟化縱容，一邊嚴格管教，一邊極力護短，一邊樹立原則，一邊打破底線。久而久之，孩子就會變得聰明狡猾，慳人辦事，欺軟怕硬，任性自私，知道父母嚴肅就收斂，知道祖父母寬鬆就放肆，慢慢養成雙重標準，缺乏敬畏，不懂規矩，不受約束嘅性格。長大之後，目中無人，心中無規，行為無道，品性無根，到頭來父母怪長者溺愛縱壞，長者怪子女太過嚴苛，互相埋怨，互相指責，互相消耗。好好嘅一家人，因為祖孫相處冇分寸，變得矛盾不斷，爭執不休，關係冰冷，家宅不寧。人到60，一定要分得清家庭角色嘅主次，拎得清自身職責嘅輕重，睇得透隔代相處嘅邊界。你可以疼孫、惜孫、寵孫、陪孫，但絕對唔可以替子女教孫，替後輩立規，替孩子躲錯，替細路狂責。孩子細個犯錯係成長必經，係品性修煉，係認知學習，適度嘅批評，適度嘅懲罰，適度嘅約束，適度嘅規矩，係對孩子人生負責，係對孩子未來兜底，係真正嘅愛與成全。祖父母一昧護短，無條件包容，無底線縱容，看似係疼惜眼前，保護細路，實則係斷佢哋嘅敬畏心，磨佢哋嘅責任感，毀佢哋嘅是非觀，誤佢哋嘅人生路。呢種看似溫柔嘅傷害，最隱蔽、最長遠、最難挽回。等到孩子長大，品性偏差，行為失道，人生受挫之時，先至後悔當初過度溺愛、過度護短，早已為時已晚，無力挽回。跟住要悟透嘅第二個祖孫相處真諦，就係幫忙唔求全，付出唔強求，體諒唔卑微，善良唔廉價。好多花甲長者大孫之所以委屈滿身，內耗不斷，心生怨懟，係因為自己付出太多，期待太多，犧牲太多，卻得不到預期嘅回報，得不到子女嘅體諒，得不到孫輩嘅感恩。長者日日勞碌，早起晚睡，湊仔煮飯，打掃家務，貼錢貼力，無私奉獻，將自己嘅晚年時間、積蓄、健康通通奉獻出去，心底便會默默期待子女感恩，後輩體諒，孫輩孝順，一家人和睦美滿。一旦子女稍有不滿，說幾句重話，對管教有意見，或者孫輩任性無禮，不懂感恩，肆意撒嬌，長者就會心生委屈，覺得自己白白付出，覺得後輩唔識珍惜，覺得晚年活得不值。其實人到花甲，最應該放下嘅就係對付出必有回報嘅執念。晚年帶孫，幫襯兒女，陪伴孫輩，本質上係情分，係善意，係慈悲，係自願，從來唔係義務，唔係責任，唔係必然。你願意幫忙，係你心地善良，係你疼惜後輩，係你顧全家庭。你唔願意勞累，想清閒度日，想安養晚年，亦係理所當然，無可厚非，人人理解。好多長者錯就錯在
將自願嘅情分活成咗強制嘅責任，將善意嘅幫襯變成咗必然嘅義務，將無私嘅付出綁定咗強求嘅回報。一旦有咗期待，有咗執念，有咗計較，所有嘅付出都會變得沉重，所有嘅善意都會變得疲累，所有嘅疼惜都會變成內耗。通透嘅花甲長者帶孫從來唔係犧牲自我、委屈自我、消耗自我，而係順其自然、隨緣付出，有道陪伴，有時間、有體力、有心閒，就適度幫忙照料、陪伴玩耍、打理起居、分擔兒女壓力。體力不支、心神疲累、身體不適就坦然休息、安心放鬆，唔勉強、唔硬撐、唔透支。幫忙係情分，唔幫係本分；付出係慈悲，唔付出係權利。唔貪後輩感恩，唔求子女回報，唔計自己得失，唔念自身辛苦，只當係晚年修行，只當係家庭積福，只當係歲月溫柔。唯有放下期待，放下執念，放下計較，放下強求，先可以做到帶孫唔攰，付出唔苦，陪伴不怨，度日不煩。世間所有嘅委屈，皆來自我以為；世間所有嘅失望，皆源於我付出。好多長者以為自己辛苦帶孫，貼錢貼力，無私奉獻，就一定可以換嚟子女嘅體諒、後輩嘅感恩、家庭嘅和睦，但現實往往事與願違。人性向來習慣接受、習慣享受、習慣理所當然。你日日無條件付出，時時無底線包容，時時無邊界幫忙，時間久咗，後輩就會慢慢習慣，慢慢麻木，慢慢覺得理所應當，唔會記得你嘅辛苦，唔會體諒你嘅疲累，唔會珍惜你嘅付出。一旦你稍有懈怠，稍有休息，稍有唔完美，反而會惹來不滿，惹來抱怨，惹來指責。呢個就係人性最真實、最殘酷嘅真相，亦係無數長者晚年帶孫最委屈嘅根源。過度嘅付出從來唔會換取珍惜，只會換取麻木；無底線嘅幫襯從來唔會換取感恩，只會換取依賴；全然嘅犧牲從來唔會換取善待，只會換取消耗。60歲之後，一定要學會帶有分寸嘅善良，有底線嘅付出，有節度嘅陪伴。可以惜孫，但唔可以縱孫；可以幫兒女，但唔可以全包攬；可以付出善意，但唔可以透支自我；可以溫柔體諒，但唔可以卑微妥協。你的善良要有鋒芒，你的疼惜要有原則，你的付出要有邊界，你的溫柔要有底線，先可以保護自己安穩晚年，留住福氣，遠離內耗。祖孫相處，仲要悟透隔代教育可以父心，唔可以主教嘅深層道理。現代社會環境、教育理念、成長節奏、思維模式同幾十年前早已截然不同。我哋呢一代花甲長者，細個捱過苦，受過窮，經歷過物質匱乏，體驗過生活艱難，養成咗節儉務實、吃苦耐勞、低調踏實嘅處事性格。教育細路嘅理念大多偏向嚴格、務實、吃苦、節儉。但而家嘅孫輩生喺物質豐裕、資訊發達、環境優雅嘅年代，眼界更闊，思維更活，個性更強，自我意識更濃，完全唔識用舊式嘅管教模式、舊式嘅處事標準、舊式嘅成長理念。好多長者晚年同孫輩相處不和，溝通唔順，矛盾不斷，就係執着用舊思維管教新時代嘅孩子，用老標準約束年輕嘅心性，用舊觀念綁定現代嘅成長。長者覺得孫輩任性、驕縱、不懂節儉、懶惰怕苦、沉迷手機；孫輩覺得長者思想守舊、嘮叨囉嗦、過度約束、不懂自己。兩代人之間嘅認知落差，
思維落差、時代落差。一旦冇人調和、冇人包容、冇人轉換，就會日日產生摩擦，時時滋生矛盾，處於對立狀態。60歲嘅通透，在於懂得順勢而為，與時俱進，接受差異，包容不同。我哋可以用半生閱歷教導孫輩做人嘅道理、處世嘅分寸、感恩嘅心性、善良嘅底色，可以陪伴佢哋成長，開解佢哋困惑，溫暖佢哋心境，引導佢哋向善。但絕對唔可以強行用自己嘅舊觀念改造佢哋，用自己嘅老標準綁定佢哋，用自己嘅舊思維約束佢哋。教育係父母嘅主責，時代係後輩嘅舞台，成長係孩子嘅修行。長者只需要做好溫柔守望、善意引導、默默陪伴、適度開解足矣。更重要嘅係，長者千祈唔好將自己未完成嘅夢想、年輕時嘅遺憾、人生嘅不如意強加喺孫輩身上。好多長者年輕時有諸多遺憾，冇機會讀書，冇機會成才，冇機會追逐喜好。年老之後就將所有期望寄託喺孫輩身上，強迫孫仔孫女學呢樣學嗰樣，逼佢哋懂事，逼佢哋優秀，逼佢哋完成自己未完成嘅願望。呢種變相嘅控制、變相嘅綁定、變相嘅寄託，看似係為孩子好，希望孩子成才，實則係將自己嘅壓力、自己嘅遺憾、自己嘅焦慮轉移俾無辜嘅孫輩，令細路從小活喺壓力之下、束縛之中、期待之內，失去童年嘅快樂，失去成長嘅自在，失去天性嘅純真。祖孫之間最寶貴嘅，從來唔係成績優異，唔係才藝滿身，唔係出人頭地，而係單純嘅親近、溫柔嘅陪伴、快樂嘅時光、向善嘅心性。祖父母帶俾孫輩嘅，應該係童年嘅溫暖、心底嘅安全感、處世嘅善良、待人嘅真誠，而唔係壓力、焦慮、束縛、控制，讓孩子喺父母嘅嚴格管教下成才，喺祖父母嘅溫柔疼惜中長大。一嚴一慈，一剛一柔，一規一暖，剛柔並濟，鬆弛有度，先係最完美嘅隔代相處，最健康嘅家庭傳承，最適合孩子嘅成長環境。晚年祖孫相處，仲要謹守少勞動、多包容、少指責、多欣賞嘅黃金法則。好多花甲長者年紀漸長之後，心性變得細膩敏感，記憶變得零碎，語氣變得嘮叨。面對孫輩嘅小毛病、小任性、小失誤，總係忍不住反覆提醒、反覆嘮叨、反覆指責、反覆糾正，日日講，時時提，次次說。久而久之，孫輩就會心生厭煩、心生抗拒、心生疏離，唔願意同長者傾訴，唔願意親近長者，唔願意聽長者教導。祖孫之間慢慢變得冇話題、冇溫度、冇親近感。其實細路嘅成長本來就係一個試錯、修正、學習、進步嘅過程。細路細個貪玩、懶惰、任性、唔懂事、犯小錯，都係人之常情，成長常態，根本唔值得反覆嘮叨、過度放大、嚴苛指責。60歲嘅長者見盡世間大事，看透人生喜樂，明白人性善惡，更應該擁有寬容通透嘅心境，對孫輩多一分包容，少一分苛責；多一分欣賞，少一分挑剔；多一分鼓勵，少一分指責；多一分溫柔，少一分嘮叨。試問世間邊個人細個唔任性？邊個童年唔貪玩？邊個成長唔犯錯？我哋自己細個亦都有諸多不足，諸多任性，諸多懵懂，一路慢慢成長，慢慢懂事，慢慢成熟。憑乜嘢要用完美嘅標準、成人嘅要求、嚴苛嘅眼光去綁定一
一個天真爛漫嘅孩子。對孫輩多啲寬容就係積自己嘅福，多啲欣賞就係暖自己嘅晚年，多啲溫柔就係圓自己嘅人生。你對孫輩溫柔包容，孫輩自然對你親近依賴；你對孫輩怒到苛責，孫輩自然對你疏遠抗拒。祖孫之間嘅溫度，從來都係長者心境練出嚟，相處模式經營出嚟，日常言行積累出嚟。好多長者仲會陷入一個隱蔽嘅誤區，就係用物質補償孫輩，用金錢表達疼惜，覺得自己年輕時捱盡苦，冇享受過，冇快樂過。而家生活條件變好，物質充裕，就想盡一切辦法補償孫輩。孫輩想要乜就俾乜，想點就點，想食就食，想玩就玩，無條件滿足，無底線遷就，無節制寵溺，以為物質嘅給予就係愛，金錢嘅補償就係疼惜，無限嘅滿足就係呵護。殊不知過度嘅物質溺愛，只會養成孩子貪慕享樂、不懂珍惜、自私自利、貪欲無度嘅心性。細路從小輕易得到一切，無需努力就可以擁有想要嘅物質，無需付出就可以獲得想要嘅快樂。長大之後自然唔識得奮鬥，唔懂得感恩，唔曉得體諒，唔明白付出嘅可貴，遇到少少挫折就退縮，遇到少少困難就放棄，遇到少少壓力就逃避，心性脆弱，意志薄弱，抗壓極低，懶惰成性。呢個世代好多年輕人嘅驕縱、自私、怕苦、享樂，根源大多源自細個隔代過度嘅物質溺愛，無底線嘅遷就包容。真正通透嘅隔代同愛，從來唔係無限滿足物質，無條件給予金錢，無節制供應享樂，而係精神嘅滋養、品性嘅引導、心性嘅培育、禮儀嘅教導。多陪孫輩傾談心事，多帶孫輩感受生活，多教孫輩做人道理，多引導孫輩心存善良，多培育孫輩感恩之心。物質適度即可，溫柔適度就佳，寵愛適度就足。千祈唔好將疼惜變成溺愛，將關心變成縱容，將呵護變成傷害。俾孩子適度嘅溫暖，適當嘅滿足，合理嘅約束，清晰嘅規矩，先係最長遠、最負責、最真實嘅愛。60歲之後，亦要睇透祖孫緣淺深皆有定，珍惜但唔執着嘅命理真相。世間所有嘅親緣，所有嘅相遇，所有嘅相守，都係前世修行，今生注定因緣聚合。祖孫能夠相遇相伴，朝夕相處，幾年相守，數載溫情，已經係幾世修來嘅善緣，莫大嘅福分，難得嘅際遇。好多人一生孤獨，無兒無女，無孫無樂，晚年冷冷清清，孤單度日。能夠擁有活潑可愛嘅孫輩陪伴身旁，暖在心頭，樂在日常，本身就係上天賜予嘅晚年福氣。但緣分有聚必有散，有喜必有樂，有長必有短。祖孫緣係一段短暫嘅善緣，溫柔嘅過客，階段性嘅陪伴，唔係一生相守，唔係終身依附，唔係永久陪伴。孩子年幼之時，依賴長者陪伴，需要長者照料，親近長者溫柔。隨住年紀增長，讀書升學，認知提升，獨立成長，慢慢就會有自己嘅朋友圈，自己嘅生活，自己嘅學業，自己嘅人生，會逐漸遠離長者，獨立行走，奔赴屬於自己嘅山海。呢個係生命必然嘅規律，成長必然嘅過程，歲月必然嘅軌跡，無人可以逆轉，無人可以改變，無人可以挽留。好多長者晚年內耗、失落、空虛、難過，就係對祖孫緣過度執着、過度依附、過度投入，將自己所有嘅快樂、
所有嘅寄託、所有嘅希望、所有嘅精神支柱，通通擺喺孫輩身上。孫輩乖巧懂事，就滿心歡喜，日日開心；孫輩疏遠冷淡，就滿心失落，日日空虛。孫輩外出讀書，遠離身邊，就頓感孤獨，無所適從，心神空洞，將自己嘅晚年情緒、心境好壞、生活喜怒，全然綁定喺細路身上，最後被情緒牽引，被緣分綁架，被歲月消耗。花甲通透嘅境界係珍惜相遇，看淡離別，認清階段，隨緣相守。孫輩在身邊之時，真心陪伴，溫柔相待，用心呵護，好好疼惜，珍惜每一段朝夕相處嘅時光，每一次祖孫互動嘅溫暖，每一幀童真爛漫嘅瞬間。孫輩長大遠去，獨立生活，奔赴前程之時，亦能坦然放下，淡然接受，真心祝福，無怨無憾，唔強留，唔執着，唔糾結，唔空虛，明白每一段緣分都有使命，每一段相遇都有意義，每一段陪伴都有期限。祖孫一場，相見歡，相伴暖，別無憾，足矣。晚年祖孫相處，仲要學會公私分明，角色清晰，不摻和子女矛盾，不捲入後輩爭執。好多家庭嘅祖孫矛盾、婆媳爭吵、子女不和，都係因為長者過度摻和，後輩嘅小家瑣事過度介入年輕人嘅相處模式，過度干預細路嘅管教方式。年輕夫妻湊仔、教仔、打理小家，自有佢哋嘅相處方式、教育理念、分工模式。縱然有爭執、有分歧、有磨合，都係年輕人嘅家事、小事、私事。作為花甲長者，最智慧嘅做法就係不聽閒話，不傳是非，不摻矛盾，不撥風浪，不偏不倚，中立淡然。唔好聽一面之詞就偏袒仔女，唔好見少少爭執就介入調停，唔好憑自己喜好評判對錯，唔好靠自己經歷指責年輕人。年輕夫妻管教孩子有分歧，長者唔好插手；後輩打理小家有爭拗，長者唔好介入；孫輩父母有矛盾，長者唔好摻和。一摻和就複雜，一介入就變味，一評判就生怨，一偏袒就結怨。長者守住自己嘅邊界，守住自己嘅分寸，守住自己嘅位置，只做溫柔嘅長輩，善意嘅旁觀者，適度嘅幫襯者，單純嘅陪伴者，唔做參與者，唔做裁判者，唔做挑撥者，唔做掌控者，家庭先可以安靜和睦，祖孫先可以單純溫暖，後輩先可以安心成長，晚年先可以清閒無憂。好多長者本來一片好心，一心為家，一心護孫，偏偏因為冇分寸、冇邊界、冇定位，好心做壞事，善意惹是非，付出換矛盾，白白消耗家庭福氣，白白折損自身運勢，實在可惜。人到60，更要悟透祖孫和睦係晚年最大嘅養生，最頂級嘅風水。命理大道向來講家和萬事興，孫順晚年安。一個家庭最珍貴嘅風水，唔係豪宅大屋，唔係風水寶地，唔係名貴擺件，而係老小和睦，長幼有序，祖孫溫暖，合家安寧。屋中有童真，有笑聲，有溫情，有善意，家宅氣場自然溫暖順暢，福運自然綿長興旺，人心自然平和安穩，日子自然舒心順遂。祖孫相處和睦，溫柔單純歡樂，長者日日見童真，時時聞笑聲，時時有溫情，心境自然開朗豁達，心神自然輕鬆愉悅，氣血自然順暢平和，病痛自然遠離消散，日日心無鬱結，身無勞累，家無是非，人無內耗，
自然福壽綿長，晚景安樂，歲月無憂。反之，祖孫相處矛盾不斷，爭執不休，疏離冷淡，溺愛成禍，屋中滿是戾氣，心中滿是煩憂，日子滿是紛擾，心神滿是內耗，長期鬱結於心，勞累於身，煩憂於日常，必然運勢低迷，百病叢生，福運折損，晚景忐忑。所以晚年修心養性，改運積福，從來唔需要遠求山水，唔需要拜神祈福，唔需要重金養生，只需要經營好祖孫關係，拿捏好相處分寸，守住好家庭溫情，維繫好老小和睦，善待孫輩，溫暖後輩，包容童真，適度引導，守住邊界，放下執念，屋中常有笑聲，家中常有溫情，日常常有歡樂，就係最平價、最真實、最長效嘅養生改運積福立場。60歲之後，慢慢就會明白，人生下半場最快樂、最單純、最治癒嘅時光，從來唔係名利收穫，唔係財富累積，唔係朋友相聚，而係同孫輩相處嘅平淡日常。成年人嘅世界充滿算計，充滿壓力，充滿虛偽，充滿奔波，充滿是非，充滿無奈。唯獨孫輩嘅童真世界，純粹、乾淨、真誠、簡單、無私、溫柔。細路嘅笑聲可以治癒半生，疲憊；細路嘅依賴可以撫平歲月滄桑，細路嘅童真可以洗盡世俗塵埃，細路嘅單純可以溫暖暮年孤獨。好多長者晚年之所以心境平和，越活越通透，越活越年輕，越活越快樂，正係有孫輩陪伴身旁，有童真滋養心神，有溫情治癒滄桑。日日睇住細路活潑成長，聽住細路天真笑聲，感受住細路單純依戀，所有嘅世俗煩憂，半生嘅奔波勞累，歲月嘅滄桑苦楚，人心嘅複雜陰暗，都會慢慢淡化，慢慢消散，慢慢釋懷。祖孫情係晚年最好嘅心靈良藥，最珍貴嘅精神滋養，最純淨嘅人間溫情。正因為呢份情太過治癒，太過難得，太過溫柔，我哋更要好好呵護，好好經營，好好拿捏分寸，唔好讓無知嘅溺愛破壞純真，唔好讓過度嘅操心消耗溫情，唔好讓越界嘅干擾打亂成長，唔好讓執念嘅期待滋生矛盾。惜孫要有道，愛孫要有方，陪孫要有戒，待孫要有溫。真正高明嘅花甲長者帶孫，從來唔會將自己活成保姆，活成苦力，活成無私犧牲者，而係活成孩子嘅守護者、陪伴者、引導者、溫暖者。唔全包，唔全攬，唔全管，唔全犧牲。孩子可以自己做嘅事，放手讓佢哋獨立；孩子可以自己承擔嘅錯，放手讓佢哋負責；孩子可以自己學習嘅成長，放手讓佢哋經歷。長者只需要默默守望，適度陪伴，關心冷暖，引導心性，傳遞善良，溫暖歲月。放手先係晚年惜孫嘅最高境界，有道先係祖孫長久和睦嘅核心秘訣，通透先係花甲長者經營家庭嘅頂級智慧。你越係放手，孩子越獨立，越懂事，越感恩，越優秀；你越係包攬，孩子越依賴，越自私，越驕縱，越無能。你越係有道，家庭越和睦，後輩越融洽，祖孫越親近，晚年越安穩。你越係越界，家事越紛亂，矛盾越繁多，關係越冰冷，日子越疲累。人到花甲，半生已過，餘生無多，歲月無常，時光有限。最應該做嘅就係放下不必要嘅操心，放下無謂嘅執念，放下過度嘅付出，放下越界嘅干預，好好愛自己，
好好養身心，好好享清閒，好好度餘生。與此同時，以溫柔有度嘅姿態陪伴孫輩，以通透豁達嘅心境呵護後輩，以善良寬容嘅心性傳承家風。唔好再為孫輩嘅瑣事日夜操心，唔好再為後輩嘅小事耿耿於懷，唔好再為孩子嘅錯事過度糾結，唔好再為家庭嘅紛爭自我內耗。該放手嘅放手，該看淡嘅看淡，該包容嘅包容，該祝福嘅祝福。守好自己嘅健康，守好自己嘅本心，守好自己嘅分寸，守好家庭嘅溫情，就係晚年最大嘅功德，最厚嘅福澤，最真嘅圓滿。世間所有嘅財富，晚年終會消散；所有嘅名利，暮年終會成空；所有嘅地位，歲月終會淡化；所有嘅積蓄，終有盡頭之時。唯獨溫暖嘅祖孫情，和睦嘅家宅氣，善良嘅家風，通透嘅處世智慧，會代代相傳，綿延不絕，福蔭後輩，潤澤餘生。一個通透有度、溫柔善良、懂得珍惜、懂得放手嘅長者，不單只可以安享平靜快樂嘅晚年，更可以培育出懂事、感恩、善良、正直、獨立擔當、品性優良嘅後輩，為家庭積福，為子孫積德，為門庭積運。願每一位步入花甲之年嘅長者，都能徹底悟透祖孫相處嘅真諦，惜孫有溫，愛孫有度，陪孫有戒，待孫有方，不溺愛，不越界，不操心，不內耗，不執着，不計較，以寬容之心容童真，以溫柔之心暖歲月，以通透之心處家事，以善良之心傳家風，讓祖孫情始終純粹溫暖，讓家宅氣始終和睦順暢，讓晚年歲始終清閒安穩，讓餘生日子始終舒心無憂，老少相依，溫暖相伴，代代和睦，福運綿長，安然度過最治癒、最溫柔、最圓滿、最無憾嘅人生下半場。其實回望一生，我哋年輕時奮鬥打拼，辛苦捱累，積累家業，養育子女，終究都係為咗家庭和睦、子孫安穩、門庭興旺、晚年安寧。而祖孫相處嘅點滴溫情、日常歡樂、平淡陪伴，正正係我哋半生奔波最珍貴嘅回報，最真實嘅撫慰，最圓滿嘅收穫。冇有乜嘢比屋中有童真，家中有笑聲，老小皆安好，歲月皆溫柔，更值得珍惜，更值得守護，更值得經營。60歲嘅人生已經剃去年少嘅衝動，中年嘅浮躁，打拼嘅功利，世俗嘅執着，剩下嘅只係通透、淡然、寬容、善良。呢個年紀最適合經營親情，最適合沉澱溫情，最適合傳承善意，最適合看淡是非。面對天真爛漫嘅孫輩，我哋唔需要講高深大道理，唔需要施嚴苛管教，唔需要設過度約束，只需要用行動教佢哋善良，用言行教佢哋感恩，用處事教佢哋包容，用心境教佢哋從容。長者嘅格局決定子孫嘅眼界，長者嘅心性影響子孫嘅品性，長者嘅處世傳承子孫嘅人生。一個通透有度、溫柔善良、知足常樂、待人寬厚嘅祖父母，無形中就會滋養出心性純良、懂事感恩、豁達從容、積極向上嘅後輩。呢種無形嘅家風傳承、心性滋養、人生引導，遠比物質財富、金錢積蓄、房產家業更加珍貴、更加長遠、更加有福。好多人晚年執着積蓄多少，執着物質貧富，執着面子體面，執着他人評價，卻忽略咗家庭和睦、祖孫溫情、子孫賢良，先係人生最大嘅財富、最厚嘅福運、最真嘅成功。你積蓄再多，若然家庭冷戰，
祖孫疏離，子孫頑劣，家宅不寧，晚年依舊孤獨空虛，心神不寧，煩憂不斷。你物質平淡，若然老小和睦，祖孫親近，子孫懂事，家宅溫暖，晚年必然舒心安穩，喜樂常伴，福運綿長。人到花甲，終於徹底明白，人生下半場最高級嘅活法就係顧好自己嘅身體，守住自己嘅本心，經營好身邊嘅溫情，拿捏好所有嘅相處分寸，對老伴珍惜體諒，對子女放手祝福，對孫輩溫柔有道，對世事看淡隨緣，不內耗，不執着，不操心，不糾結，不攀比，不怨懟。祖孫一場，緣深無比，情重無價，時光有限，相守有期。願所有花甲長者都能惜緣而唔執緣，愛孫而唔溺孫，陪伴而唔捆綁，付出而唔強求。喺有限嘅相守時光入面，俾孫輩最純真嘅溫柔，最正向嘅引導，最安心嘅陪伴，最美好嘅童年回憶，亦都俾自己最清閒嘅晚年，最舒心嘅日常，最無憾嘅人生，最安穩嘅福運。日後歲月，願每一對祖孫都能溫柔相伴，和睦相守，純真相依，快樂同行。願每一個花甲家庭都能老小平安，合家歡樂，家風淳樸，福澤綿長。願每一位暮年長者都能放下操心，遠離內耗，守住溫情，安享餘生。日日有歡笑，時時有心安，歲歲有溫暖，年年有福運。平平淡淡度暮年，安安穩穩，守溫情，清清閒閒，享天倫，從從容容過餘生。好多長者活到60歲，依然看不透一個最淺白嘅人生真相。晚年嘅幸福，從來唔係向外追逐，而係向內收斂。唔係擁有越多越滿足，而係懂得取捨，懂得收手，懂得簡單度日。年輕時我哋追名逐利，攀比財富，較真輸贏，執着得失，以為手握越多物質，攬住越多掌控權，人生就越圓滿，越體面，越成功。但走盡半生風雨，歷遍人情冷暖之後，先發現人活到最後，真正能夠陪伴自己、治癒自己、安穩自己嘅，從來唔係身外之物、世俗名利、虛假面子，而係乾淨嘅心境、健康嘅身體、和睦嘅家庭、單純嘅祖孫情。呢個世上再多嘅金錢都有花盡之日，再大嘅屋宅都有清冷之時，再響亮嘅明星都有淡忘之日。唯獨親情嘅溫暖、家宅嘅和睦、祖孫嘅緣分，能夠穿越歲月風霜，抵擋人間無常，成為晚年最紮實、最穩固、最無憾嘅依靠。好多花甲長者之所以常常心有不甘、心生煩躁、內耗不斷，就係始終擺脫唔到掌控欲同完美執念。面對孫輩，總想佢哋聽話懂事，成績優異，性格乖巧，處事得體，唔准犯錯，唔准任性，唔准懶惰，唔准偏差。一旦孫輩達唔到自己心中嘅標準，就會焦慮不安，怒到埋怨，心生失望，自我糾結。但其實每一個孩子都有自己嘅天性、自己嘅節奏、自己嘅運勢、自己嘅人生路。冇人可以完全按照長者嘅心意長大，亦冇人可以一生無錯，一世完美。細路有細路嘅懵懂，有細路嘅貪玩，有細路嘅小任性，有細路嘅小缺點。呢啲唔係壞處，而係童真最真實嘅模樣，成長最正常嘅過程。我哋身為過來人，見過太多世事無常，人性複雜，人生喜樂，所以先會過度擔心孫輩未來辛苦，未來受挫，未來行差踏錯，於是想用自己嘅經歷為佢哋鋪路，用自己嘅標準為佢哋糾偏，用自己嘅操心為佢哋避坑。
呢份心意無比真誠，無比疼惜，卻往往過於沉重，過於束縛，過於強勢。長者嘅過度焦慮、過度約束、過度要求，只會慢慢壓抑孩子嘅天性，束縛孩子嘅思維，磨滅孩子嘅靈氣，令原本活潑開朗嘅細路變得畏手畏腳，缺乏自信，討好懦弱，逆反叛逆。呢啲隱形嘅傷害，遠比一時嘅成績落差、一時嘅性格短板更加致命，亦更加難以修復。60歲嘅通透，最緊要嘅一課就係學會接受不完美，順應自然成長，接受孫輩平凡普通，接受佢哋有缺點，接受佢哋會犯錯，接受佢哋嘅人生未必如自己所想般風光。真正嘅愛從來唔係改造對方，強求完美，而係接納全部，包容缺陷，順勢引導，溫柔守望。你接受孩子嘅平凡，先可以放下自己嘅焦慮；你包容孩子嘅懵懂，先可以減少家庭嘅矛盾；你順應孩子嘅天性，先可以留住童真嘅可愛；你看淡孩子嘅得失，先可以經營出鬆弛溫暖嘅祖孫關係。好多長者唔明白，祖孫之間最好嘅相處狀態，從來唔係我為你付出所有，你聽我所有安排，而係各有各嘅人生，各有各嘅職責，互相溫暖，互不束縛。祖父母嘅使命係傳遞善意，傳承家風，給予溫暖，陪護童年，而唔係包辦成長、掌控人生、替代選擇、承擔所有。父母嘅使命係嚴格管教、樹立規矩、培育能力、教導責任，為孩子嘅未來鋪路搭橋。孫輩嘅使命係體驗成長，慢慢學習，不斷試錯，逐漸成熟，活出屬於自己嘅人生。三方各司其職，各守其位，各盡其責，家庭先可以層次分明，運行順暢，和睦長久。一旦角色混亂，職責錯位，邊界模糊，必然滋生無數矛盾，無數內耗，無數遺憾。萬年大孫最珍貴嘅，從來唔係湊得幾完美，管得幾周到，照顧得幾體面，而係透過陪伴孫輩，修煉自己嘅心性，沉澱自己嘅格局，圓滿自己嘅人生。好多人以為帶孫係消耗自己、犧牲自己、委屈自己，其實換個角度睇，孫輩先係上天派來治癒長者晚年、度化長者心性、成全長者福運嘅貴人。我哋前半生為生活奔波，為生計勞累，為家庭操心，為名利糾結，心態浮躁，脾氣急躁，計較得失，執着輸贏，心性充滿戾氣，充滿焦慮，充滿不甘。而天真無邪嘅孫輩，用單純嘅笑、純粹嘅依戀、簡單嘅快樂，慢慢撫平我哋半生嘅滄桑，化解我哋心中嘅執念，治癒我哋累積嘅傷痕，軟化我哋剛硬嘅脾氣。日日同童真相處，人心會慢慢變柔、變善、變淡、變靜。見慣咗孩子嘅簡單純真，就唔會再計較世俗嘅是非紛爭。感受過孩子嘅無私依戀，就唔會再執着人間嘅利益得失。體會過孩子嘅治癒力量，就唔會再糾結過往嘅遺憾不甘。帶孫嘅過程，本質上就係一場晚年修行。修嘅係自己嘅脾氣，練嘅係自己嘅心境，積嘅係自己嘅福氣，圓嘅係自己嘅人生。好多長者年輕時脾氣火爆，事事較真，處處計較。踏入花甲，陪伴孫輩之後，慢慢變得溫柔、寬容、淡然、豁達。呢啲改變都係孫輩帶俾長者嘅無形福澤，係金錢買唔到、名利換唔來嘅人生升華。與此同時，我哋亦要清醒認知，修行唔係縱容，溫柔唔係無底，包容唔係放任。好多長者誤錯咗道理，
以為晚年修行就係一味忍讓、一味遷就、一味縱容，對孫輩嘅任性無禮、自私霸道、懶惰頑劣，通通視而不見，縱容到底，最終將修行變成愚善，將寬容變成溺愛，將溫柔變成放任。真正嘅祖孫修行係慈而有道，善而有風，柔而有原則，愛而有底線。可以溫柔陪伴，但唔可以任由頑劣；可以包容懵懂，但唔可以縱容無禮；可以體諒年少，但唔可以放任無規。適度嘅規矩，適度嘅約束，適度嘅批評，適度嘅懲戒，唔係傷害孩子，而係保護孩子、成全孩子、成就孩子。細路細個唔立規，唔識錯，唔知畏。長大之後踏入社會，就會被社會嘅規矩、人世嘅冷暖、現實嘅殘酷狠狠教訓。與其日後讓社會嚴苛管教，讓人生重重碰壁，讓歲月無情懲罰，不如細個喺溫柔嘅親情庇護下，學會是非，懂得敬畏，知得分寸，守得底線。呢種看似嚴肅嘅引導，先係長者最深沉、最長遠、最負責嘅疼惜。60歲嘅長者一定要分得清善同愚、寬同縱、愛同溺嘅分界線。善係有原則嘅包容，愚係無底線嘅退讓，寬係有分寸嘅體諒，縱係無節制嘅放任，愛係有遠見嘅成全，溺係有私心嘅滿足。好多家庭養出任性、不孝、自私自利、不懂感恩嘅後輩，從來唔係孩子本性變壞，而係長者細個過度縱容、過度呵護、過度補償，令孩子從小活喺眾星捧月嘅環境之中，習慣咗被疼愛，習慣咗被遷就，習慣咗被包容，從未學會付出，從未懂得體諒，從未明白感恩。呢啲孩子長大之後，往往理所當然接受身邊人嘅付出，對長者嘅辛苦視若無睹，對父母嘅勞累漠不關心，對親情嘅溫暖不懂珍惜。一旦長者冇辦法繼續付出，冇能力繼續幫襯，冇心力繼續陪伴，就會心生不滿，滋生抱怨，甚至惡言相向，冷漠疏離。呢個唔係孩子嘅錯，而係長者早年相處冇分寸，教育冇底線，疼惜冇節度，種落嘅因結出嘅果，世間萬事皆有因果。晚年嘅祖孫緣是福是禍是暖是涼是和睦是矛盾，通通取決於中年之後花甲之年嘅相處方式與經營智慧。除咗拿捏愛嘅分寸，花甲長者仲要學會守住自我，不為孫活，不為後輩綁架人生。好多長者一旦成為祖父母，就徹底失去自我，人生所有嘅重心、所有嘅時間、所有嘅精力、所有嘅情緒，通通圍住孫輩轉。每日嘅作息、飲食、喜好、社交、娛樂，全部為孫輩讓路，自己嘅積蓄、健康、時間、快樂，全部為孫輩犧牲。日日早起晚睡，忙前忙後，勞心勞力，冇自己嘅空閒，冇自己嘅愛好，冇自己嘅社交，冇自己嘅生活，活得像一部不停運轉嘅機器，一個免費勞動嘅工具，唯獨唔係自己人生嘅主人。呢種全然嘅付出、徹底嘅犧牲，看似偉大，看似無私，看似疼惜，實則對自己極度殘忍，對後輩極度不利。長者長期透支自我、委屈自我、消耗自我，必然身心俱疲，百病叢生，心境壓抑，福運折損。一旦身體垮落，病痛纏身，不單止自己晚年痛苦，更會成為子女嘅負擔、家庭嘅累贅、孫輩嘅牽絆。與此同時，長者過度嘅付出會令孫輩從小失去獨立能力，缺失責任意識，
淡薄感恩之心，覺得所有人嘅付出都係理所當然，慢慢養成自私冷漠、依賴懶惰、不知進取、不懂體諒嘅性格。真正通透嘅長者永遠明白一個鐵律：先愛自己，再惜後輩；先安自身，再暖家庭。你好好保重身體，好好經營心境，好好享受晚年，好好豐富生活，有健康嘅體魄，從容嘅心態，快樂嘅日常，富足嘅精神，先有能力溫暖孫輩，滋養家庭，傳遞善意。一個鬱鬱寡歡、身心疲累、滿腹委屈、毫無自我嘅長者，養唔出陽光開朗、懂事感恩、獨立善良嘅孫輩。一個心寬體健、豁達樂觀、熱愛生活、溫柔從容嘅長者，先可以用自身嘅氣場、自身嘅格局、自身嘅狀態，無形中熏陶後輩、成就後輩。晚年嘅生活從來唔係為孫而活，而係與孫相伴，各自精彩。長者有長者嘅清閒，有長者嘅喜好，有長者嘅社交，有長者嘅樂趣。孫輩有孫輩嘅成長，有孫輩嘅玩伴，有孫輩嘅學習，有孫輩嘅天地。雙方互相溫暖，互相陪伴，互相治癒，互相成就，卻唔互相束縛，唔互相消耗，唔互相綁架，唔互相控制。得閒之時相聚歡樂，朝夕相伴，共享天倫。忙碌之時各自安好，互不打擾，各自成長。呢種鬆弛有度、親疏有節、溫柔有界嘅祖孫關係，先係最長久、最健康、最治癒、最有福氣嘅相處模式。